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0月29，诗篇94篇17到18节安尼讲：若是上主帮助我真紧就落去永远静静的所在。我讲，我的脚踏出去，迄时，上主啊，你用慈爱扶持我。三甲来祈祷，帮助阮，搁用慈爱扶持阮的天父。阮感谢你，主啊，你是日头，是灯牌，你赏赐云辉甲阳光，你袂捌留一项好物，无互遐个行正直的人。主啊，你是智慧的源头，你是恩典的赏赐者，你互阮通踮伫你的石盘顶，互阮美伫你的膝骨下。主啊，因为阮有你的保护甲看顾，阮就袂忧抓。主啊，阮的快乐甲活命拢在伫你。主啊，伫患难的日，阮要求救你，因为若毋是你帮助阮，阮真紧就落去永远静静的所在。阮讲，阮的脚踏出去，迄时，上主啊，你用慈爱扶持阮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